出埃及記第5章記載，蓄役災降臨。耶和華對摩西說：我要使埃及的牲畜遭受重病。呢個係針對埃及人引以為傲嘅牛、羊、駱駝同驢子，令佢哋病死或者無法自保。公牛神阿匹斯與母牛女神哈索爾係埃及牧畜社會嘅守護象徵，象徵豐收、富足同社會地位。但係當神嘅審判臨到，呢啲受人敬拜嘅牲畜無法自保，暴露咗偶像嘅局限同無能。神學意涵顯而易見，人嘅安全感若果建立喺受造之物或偶像之上，最終將面對無法掌控嘅崩塌。歷史同文化層面觀察，埃及畜牧唔單止係食物來源，更係國家財富同社會地位嘅象徵。祭司、貴族同農夫都依賴牲畜作為生活保障、交易資本同社會認可。牲畜瘟疫使整個埃及經濟同生活秩序陷入恐慌，凸顯出即使係最被倚重嘅財富，亦無法替代神嘅保護同主權。呢個同現代社會對財富嘅迷思如出一轍。股票、房地產、退休金、保險、長期投資，同樣被視為未來嘅保障，卻經唔起生命不可測嘅風險。市場崩盤、金融危機或自然災害，正係現代嘅牛神死亡，提醒我哋所有嘅財富依靠都係有限而且脆弱。屬靈揭露在於，當人將安全感寄託於數字、資產或長期計劃，一旦佢哋消失，信仰亦隨之動搖。若果一夕之間失去存款、房產或投資，我哋係唔係仍然認識自己？信靠神係唔係只係喺不缺乏嘅時候成立？呢個係每個信徒必須面對嘅深層自我省察。安全感若然建立喺財富而唔係神，生命嘅保障變成幻影，心靈將面對空虛同恐慌。第5災呼召我哋回歸本源，重新認識造物主嘅主權。真正嘅安全感唔係來自外在資產，而在於倚靠神。即便財富、資產或制度失效，屬神嘅心靈仍然能夠得到安息。正如瘟疫讓埃及嘅牛倒下，卻無法傷害以色列人，神嘅保護超越世界嘅財富與計算，
彰顯佢對生命嘅掌管與分別。喺個人層面，呢一再提醒我哋不必將未來壓喺偶像上。存款、房產、保險乃係工具，而唔係主宰。真正嘅保障在於認清我是屬神的。生命嘅泉源唔係數字，而係喺嗰位掌管天地嘅創造主。唯有咁樣，即使所有偶像崩塌，心靈仍然能夠喺光中安然，彰顯超越物質嘅屬靈見證。第五災唔只係牲畜嘅死亡，更係信仰嘅試煉，教我哋分辨真偶像同虛幻保障，回到那最初的光，與造物主同在，建立永恆的安全感。